熱氣球 （hot air balloon）。各位同學，你哋有冇見過孔明燈呢？孔明燈同埋真正研究或者觀光用嘅熱氣球結構同埋原理都相近嘅喎，佢哋都係連帶火焰升到半空嘅。我哋先嚟睇下一款簡單嘅孔明燈嘅構造啊！呢度有3個鐵架，用嚟支撐一個黑色嘅垃圾袋。垃圾袋嘅底部有一個三角框，中間嘅圓盤放咗浸有酒精嘅棉花。而家實驗哥哥用膠紙將黑色膠袋黐喺三角框上面，然後燃點浸有酒精嘅棉花。睇下個黑色膠袋升起啦！我哋用一條繩綁住三角框嘅膠袋嚟控制佢上升嘅高度。做實驗嘅時候，請你記住用膠紙將垃圾袋黐緊喺三角框上面。如果唔係，就會有咁危險嘅情況發生啦。仲有啊，記住唔好喺樹底下做呢個實驗啊，好危險㗎。